百死为朝。王光无礼，我叫你帮我跳一回，你为啥不肯啊？咦，是相公叫你跳的呀？这点心你为什么要吃？已经来治疗，互相埋怨有什么用呢？秦氏的鬼，你们看，我还追得上去吗？我看，相公多快点，追得快。好。你秦氏跳一位单子，我们跟他追上去。相公叫你跳啊，跳就跳。看了半天，非见即灭，自不见。吃了一遍，今年难见，难见今年。请问李卫，这样你闹在看什么呀？看女将军啊！女将军是谁呀？女将军是谁呀？谁呀？老汉，我倒是两只一儿啦。老婆，你快讲，你快点讲。讲，有位老丈相告。好，喏，这位女将军名叫刘金鼎，她的父亲刘天华海口作乱去出征，谁知那海口曾小勇反把官兵来围困。刘金鼎得到信，马上领兵去救营，不但救了刘天华，还把那海口一扫平。今日办事为朝来，惊动了满城的老百姓，都想看女将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我白这位女将军啊，我有看见过。看王八啦，大家来看王八，看王八啦！看王八啦，大家来看啊！是听这位相公
弄来困吧。大明嘉靖皇帝为女美秦国公子刘金亭。哦，女将军，女媚娘娘，御出征时在东岳庙求神保佑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胜归来，特献本月15谢人了愿。这样好再好去看御媚娘娘噻。从今天起，请假3天，了月之在停止一招，凡入境之处，不能军民臣等一律不准偷看女美。呀，还是不能看。时有故为年老者不去上马，不配从军。嘿嘿，年轻人尊光，年轻者立赞。尊光尊光！哎呀，算嘞，不吃饭要死哦，不看御媚娘娘又不会死。哎，还是做我的生意去，珍惜要啦，珍惜。去报圣旨去。哎呀，我把门把我没想你。御媚娘娘看不到，还是回家看自己妹妹去。真是少有的奇事啊！巾帼英雄女将军，从古到今有几人？台舞从军花木兰，绣春纱上十层。穆桂英打破天门阵，万年挂帅有才真。两月来过太君兵，万古千秋女美名。想不到我朝中有才刘金亭，平口九五好本领，好为民，但问其名必皆谁？问其名必皆谁？先找古人切不累，我查出了女将军为什么？也是闻名难见人。是怎样一个人？为什么偏偏不在人家看呢？哎，别怪，我想啊，这位御媚娘娘一定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所以啊，才不让大家看你。我猜这位御媚娘娘一定不会好看的。为啥？要是御媚娘娘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皇帝也是爱面子的呀，一定要让大家来看了。我猜这位御媚娘娘啊，不是马子就是瞎子，不是歪嘴巴就是塌鼻子。皇帝为了爱面子嘛，所以不让大家看呀。我看不是的，一定是十分好看，十分难看，好看难看，好看难看，好看难看，难看难看难看。哎，相公，到了年香那天，你带我们去看嘛？去看？哎。你这还相公杀头啊？杀头？杀我们相公的头？我们相公是五部上士封雷上的儿子，谁敢动我们相公的一根汗毛？喏，凡三出的王榜，官家公子也要杀头的。你真是个胆小鬼！相公王不管娶你，你管娶啊？相公不管娶啊？相公，你管娶吗？相公，你不怕杀头啊？童儿把我一生问，倒叫我一时
女将军。真乃是啊，王法迢迢保佑金。相公，你到底滚去不滚去啊？相公。我大见过大女将军，今生望做什么人？秦氏的贵，相公，这东岳庙可就在我读书的文昌阁隔壁吗？是啊，有没有出门可通？什么语调？嘿，有了，相公，文昌阁的文化院有一个圆洞，可以进去吗？我经常从洞里转进转出，到哪里能传的？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好啊！人人都是不能看，我偏要去看这女将军。啊
年轻男子，放下去，斩了！斩了！哎呀娘娘，小民冤枉啊！你给我回！是，你躲在神台底下偷看哀家，难道就斩你不得？哎呀娘娘，小民并非来偷看娘娘的，外望娘娘她不是悲伤，我以为有娘娘福德绵绵，子孙满堂。呸！满口无言。哎呀娘娘，小民并非无言，我实在是吓坏了呀！既然不是前来偷看哀家，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民讲来。讲。是。小民本是乡下人。谁问你乡下人什么人？听他讲下去。是啊，这位姐姐说的对呀，我要慢慢的从上面讲下去呀。讲。是。小民本是乡下人。家是哪里？家是在哈大门外哈里糊涂，哈大家宝哈大村。什么哈里哈大？他是死在哈大门外哈大村。新人名罪。小民名叫张小儿，此君上里去不清啊。谁问你生死？只为老娘顺从你，你去这一身困啊！我一人求一生，服了呀并不轻，分听得东有他的是邻人，故日我不进城，就人保佑我娘亲。恰女娘娘奉驾到，我要出门已不能，只得我心胆惊。没奈我在神台之下才长生。哼，3天之内早已亡房呱呱，难道你为不知？凤鸣子一怕妇也。哎呀娘呀，这小民家道明儿，从小从未读过书啊！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吗？这你这个女的光光比你巧也当真，放出去看了。哎呀娘啊！杀了小民不要紧，可怜我有不在山山老娘去。阿爸苍苍领大上不灵，夫人是我好伤心。我娘啥子是我身旁，定然是平上加病，西上加伤，后上加有苦草之根，又是我手听送命，万望娘娘应是带娘我老娘在问继承张小儿，过年你老母病中夫人之风，受少你不死。张小儿，快快回去吧。是。咦，你这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值得放你回去，为吾去而复回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外面有联军密布，小民出去真是难保命啊！巧莲，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外面御林军听着，娘娘有令，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张小儿，快快回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娘娘啊！
儿尽管去而复返。母娘娘不在，小米为人可惜大恩。要是为得家去，我娘问起竟有天要责骂于我。娘娘不杀你，为什么不谢谢大恩？这样岂非杀得老娘气恼一场，与民不利？故小民再要回来，不见娘娘不赞小民之恩啊！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。张小儿可见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。张小儿再见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岁岁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儿三见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诚心实意啊！人好大的胆呐！万岁岁包庇就是平平稳，不是家儿母亲用。我看那满朝两百文武官，不管元老从政，左右丞相落步公卿，哪一个觉得我刘万王时时深得君王宠？留下，诸位大人不介意吧？是。
定，任凭我与八分配。曹文华，叶母亲，你是问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心早有主张在，绝不轻把情配，自非身上情为美，写一个文中长远无中归。娘娘为父，娘娘为父，姐姐啊，姐姐啊！姐姐来是望娘娘死罪，父女之间何必是此？众人立即岂可为妻？姐姐娘娘，定生，女儿见过弟弟。那罢了罢了，谢父王爷。恭喜女儿，贺喜女儿！女儿喜从何来？那真是天大的喜事！万岁爷我儿平凡有功，就在今日早上，得是上列宝笔。果然好一对宝笔。哎呀，万岁爷道，但得名称写此驸马，这上列宝笔就是定品之物。哎呀，弟弟！儿啊，今日四更起身，我庙进下，这是在为路上辛苦了。王爷，娘娘去你想，不到早一号回来了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一个。接到了什么？儿啊，接到了什么？神台底下多杀一人。啊！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男的，是女的？是男的。年老的，是年轻的？年轻的。他可曾见到你？见到的。你可曾见到他？当然见到的了。下月才把这刁民拿来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。是的。女儿把他放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弟弟用兵，他是一个乡下人。乡下人难道再他不得？非也，只为老娘传宗礼，请衣服呀，鞋不要，得到庙中去神圣。他是一个小桃子，孤儿无少了他的礼。那这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倒是女儿的不是？岂不闻王法难用，国法难饶？你就不该轻易的把他放了。弟弟，事过到众人小子，人人得而敬之，纵然5万里了，也给坤氏3分。儿啊，万岁御笔定立了，张下王法万民晓，出外王法自欺天，问他孝道不孝道？弟弟，你是皇宫御妹贵妃们，怎能够轻易接人借用啊？倘若沸沸扬扬传出去，把王家正业一旦
了为父，为父是为了你哟。为人才是好生命，今日切莫无乱因。常言道，是真是怪神经重，是情是邪神宽情。非是为母多劳他，女儿做事太随心。巧丽女妹，再与我回房去吧。是。宋娘娘，牛妹，王爷，那个年轻相民，姓甚名谁？神已经放走了，王爷在问他做什么？讲，他叫张小儿，家住哪里？是在什么哈里哈达？什么哈里哈达？哦，是在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村。什么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村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加油！在命令带40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糊里糊涂哈达村，把刁民张小儿砸来见我。是。哈里门外哈里糊涂糊里糊涂。张小儿啊，张小儿，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就叫你死得糊里糊涂。
没错耶。娘娘，臣为其人当心善良，今日念想辛苦了，还是早些安歇吧。你们歇歇去吧。是。巧丽子，娘娘还在生气。是呀，谁叫你说话总不留神？我想这种事情讲于无妨，谁知王爷他为这样大惊小怪，把娘娘埋怨了一顿。我说你呀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，肚子里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出来才痛快。以后呀，可要改改啦。以后再也不管多开口了。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啊，娘娘，刚才都是我讲了不好，哪个怪你嘞？快起来吧！多谢娘娘。巧丽姐，我知道娘娘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桩事情都要怪那个黑神的张小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不知他怎会弄出这种事来？啊，娘娘你还不知，王爷派了40名校尉去捉拿张小儿了。当真？当然真的了。哎呀，你这夸嘴又来了。这件事无是好。娘娘，什么时候是好啊？没有什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，你这里听说是弟弟名分去做他，不愿我心中乱是马。弟弟呀弟弟，你的少生自己少生，又何必苦苦将他争光发？哎呀，真把我救到了！哦，何必为他着急呀？他实是本人乡下人，为娘救人大庙内，听他前夫本地人，分明是异乡他的来，再看他分明红绳符合起浑身不转天灰，举止行动都很亮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汉，谁信他为娘救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所生，伴着乡民到庙内，
今世必有用意，貌似来。
糊里糊涂的是去禀告王爷了。牛妹带路，牛妹写来一声报。我好是一瓶灵水到人家，急得我双手临时冰，急得我的魂怕笑。女儿，弟弟，让你平了。弟弟，女儿没有病。看你用眼角色神似黄昏，真是无比。王爷，郭医生来了。请他上来。哦，哎呀，女儿实在无病。那你又要省心了，有病真的不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有请郭医生。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。哎，你怎么替本满儿媳妇来了？娘娘千岁有病。哦，是娘娘千岁有病，此次待小姨替娘娘千岁安马。哎，要玩几记，要玩几记。把这红罗两线系在娘娘千岁丰收的马鞋上，祝红娱乐啊！祝红娱乐啊！知道。先生，你替娘娘千岁看病，可要谨慎仔细哦。请王爷千岁放心，秀色是与娘娘千岁看病，就是替平民百姓看病嘛。小爷也当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也当为病人出了。娘娘千岁的病源，你要推敲得正，可不能乱下定令哦。不效王爷千岁吩咐，小爷一是师兄，事先嘛是三思而已，事后是三思而听。我是金玉良言，至今铭记在心。非是小爷在你王爷面前夸口，不管大病小病重病轻病，我是你难杀症，我是不死症。哎呀，先生你太啰嗦了，快看病。看病。小丽，我难道自己不知道有病扶贫吗？娘娘，有病扶贫，娘医生看一看嘛就知道了。那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真麻烦，医生，请问嘛吧。郭医生，娘娘身体什么病啊？哎呀，此病是假非假，是金非金啊！小宝，先生，娘娘千岁，马歇仙福！哎呀，请把猴子先生，哎呀，请把猴子哎呀，不对，刚才听先生也道，是我儿之病，似下非下，似进非进。此刻见女儿，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发笑，莫非真的得了疯病了？哎呀！一定被堵在神案底下，那个张小如吓了一下，吓完了。待我进宫证明身上。是王爷！哎呀，王爷，王爷！
结话了哦。王爷。南庙里呀，几代风华插着走。南庙里台南有一千山飞路，南庙里英雄妇女千山奔去，南庙里呀分裂混成杜小圈，南庙里全部单位为一生。南庙里呀会走上来人台，南庙里繁中风流英雄心，南庙里几番为臣转虚意，南庙里一片铁头玲珑心，更有一点南庙事，姑娘不测量，历练是因才过谁？哎呀，我真是发了昏了！本来嘛，这生意是划得上去哟。啊，娘娘，哎，小姐呀，你可知我这相思之苦
恨你无私力，世上有说什么话，一老难陪你今日天，恨无呀真做你共王船，小姐呀看你也是多情重，只落得门不到南城我妹在里下面会上七八遍，深深的会才因为我在万情相思难舍头，你在宫楼可知否？啊！真相思一半是甜，一半是苦，一半是恨，一半是愁。甜的是心态温情，苦的是滋味难受，恨的是自残难尽，愁的是他从此罢休。我又得丢开难爬手，迎面是开转心头。小姐呀，像你这样貌似花才是秀，做什么玉梅风色梦，恰不是害了你，苦恰了我，再开关相思真才头。相思长万个苦，没来由把我在小命儿丢。小光，玉梅娘娘要死了！啊，你说什么？玉梅娘娘要死了！哎呀！三姑娘公，玉梅娘娘完美于死啊！是啊，玉梅娘娘我没有死你，真的没有死。哦，不过
病得很厉害。啊，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？外面有王帮报过啊。王帮上怎么写？榜文我是背不出的，不过人家讲的，我倒还记得一些。好好好，人家讲些什么？你快快告诉我。相公，玉梅娘娘特来烧香，冬夜头顶舞蹈曲旁，可有群医？关于块名字难开牙房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方才想到一个人，被你相公一猜，我又忘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石上玉梅平得一样，是风之巅，甚至石上非邪非金，难用一法。王爷羡慕之兆，立刻进宫奏明君王，早已宽平公子挂榜。相公，关于商议商什么？看好凭证封国国王，不女王为国，黄金千两。相公，关于那外加一条特别重要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厂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厂。这帮人一来说来通报于我，自从挂了早一帮，老夫日夜把名义忘，我日有病无人知道叫本门。哪里有哈里糊涂哈大吹，更不是这小子在何方？王爷，这帮人来了，这帮人来了，夸夸有请，夸夸有请，有请这帮人。王爷在上，小爷有礼。先生少礼，一旁请坐。有王爷在此，哪有小爷的所谓？先生为娘娘看病而来，也有不如之理。谢王爷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？外甥姓许，草字金家。许金家，许先生。先生是哪一位名医所传？小爷是家尊，我也是第九代了。哦，第九代了。听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之人。
小姨乃是他乡迎雨而来。外甥本是一家儿，就得迎一见黎明，是有时同来来过也幸福，畅销成龙本草经，内外二无可可为，针灸太浓样样精。此方永压心意，文山高丹恩并济，愿无愿意数年把病为催，应年里一日万岁跨海口，关于华东比本领坐在来到京都里，分听得玉梅娘娘并不亲，故日我他带来接帮，愿为王爷要比内。先生真是一位神人君子，是那一得我儿评语，把你才朝为官。啊，王爷，小姨非为求官而来呀。那你为何而来呀？那请小姨一点费力，能使玉梅娘娘奉替早日痊愈，我愿意善了。哎呀，先生清高得很，家园替先生陪酒接风。王爷，且慢，这酒能可女，并不能无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先生不愧是个九代祖宗的名医生啊！这是在生童儿，快来千古王爷。好，罢见了。王爷，来，陪先生的童儿去用过酒碗。是，巧咧。见过王爷。这位徐先生是九代祖宗的名医生，快上前接过。见过徐先生。这位姐姐罢了。啊，巧咧，去奏明娘娘，立刻为先生同上公路。是。先生请呐。啊，王爷同去。礼到奉陪，礼到奉陪。是此有劳王爷。徐先生请呐。的多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我有什么事？回禀娘娘，自从挂了早一帮，一连数天未有医生前来接帮，今天来了一位许先生，岂不是一件大喜事？巧莲，我实在无凭。娘娘，刚才王爷要我禀报于你，说他即刻被许先生上楼来了。
巧丽。前世命皆忘忘，末日的评语也自忘。他带我到公园上，起的要是帮我营造，带我向多太平去。先生，下面已是公路了。王爷稍待片刻，待小姨脱下鞋子。先生，脱鞋子人。娘娘前身有病，奉替庭人虚上。春雪登楼，脚步沉重，定要震动楼板。惊动娘娘的凤体，凤体惊动嘛，跳袖要失常。这样一来，就难争得娘娘前身的评理了。我要脱鞋登楼呀！哎呀！先生真是个细心之人呐！这是先生脱鞋而言，由先生斟酌，本来于心不安。为了娘娘前身，何是些许小事啊？先生，请。王爷，稍待片刻。先生又有何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用小姨讲的呀？本来一时想不起来先生名讲，恐麻烦王爷。不妨。王爷，桌上穿的须子嘛。呀，老夫脱须，又是王爷的官体呀！哎呀，老夫脱下须子，就不为迎走了啊！这个小姨也知，这是啥春须登楼嘛？哎呀，这，哎，也罢，先生一人登楼，本来在前厅设宴伺候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这死的吗？这有什么死不得？先生请。还是请王爷一同长乐的好。还是请王爷一同长乐的好。先生请。王爷一同长乐的好。宋王爷。桂林西海六万王，一见面日夜平常，长津推官把后官场。娘娘，王爷我许先生来了。宁知王爷啊，乔丽姐，许先生，怎么你一个人上楼？乔丽姐，王爷他了须子不会走路，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。许先生，你为何要脱鞋登楼？乔丽姐有所不知，春鞋登楼家务沉重，定要震动楼板，惊动娘娘的凤体，凤体惊动嘛，跳袖要失常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争得娘娘前身的评理了。故而我要脱鞋登楼呀。许先生果然与众不同，先生稍待，带我去禀报娘娘。好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上楼，许先生一个人来了。此次正好，快叫许先生下去吧。娘娘，许先生乃是接了王榜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能不娘困病？谁叫他下去呢？哎呀，我没有病，困些什么？娘娘虽是无病，我看你近来神思恍惚，心神不安。如果拖延下去，怎会不成大病？
我看还是请许先生看一看的好，看一看啊！真麻烦。许先生，请啊，买啊，拿来什么拿来？红路线啊！什么红路线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做医生的，你这一点都不懂嘛！倒要请教。两根丝线落雨红，银线爱马断吉凶。你是九代家传名医生，难道是这牵线爱马懂不懂？哎呀，这牵线嘛是哪一个想出来的呀？牵线爱马是宫廷用，官家医生都不懂。四堂每堂与神会，看病不用进堂中。你是乡间土医生，难怪自己不精通。乔丽姐，难道许多名医来与娘娘看病都是牵线而马的吗？是呀，怪不得难得娘娘之评了。此话怎讲？看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事为龙国情？小小两根红罗线，爱马真为爱得真，这都是用意无能害贫家，难怪娘娘病不起。骗人的吗？爱马真病啊，从马挑地降杀跨买来下顿平静，必须要按得正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碍平人？这牵线而马，奇比不出，那是风采仙童啊，屡般震动啊，这样怎能端正其平啊？哦。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疾呀，那绝对相传就是平手而马，断平时辰，不能压倒平时。对，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，没有一点小本领，万贯闲来接宝。乔丽姐，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。这可娘娘她不肯，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。猜看病我有什么来意呀？那来意真诚啊！好，先生话没少谈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娘娘，许先生是牵线爱马，难以诊断病因，需要平手爱马，请娘娘定的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宫楼吗？娘娘，当年许先生与你看病的来意真神啊！看病还有什么真人不真人？娘娘，他比人家医药通，今夕今生他不同，春夏灯绿家不从，鼻孔绿斑要正通，为了要是娘娘病他精神，可惜出走轻轻走着繁华宫。娘娘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真叫海口立大功。今年男子唱国旗，无忌一生进堂中。娘娘，我可还是请许先生看一看吧啊，看一看。许先生，请。
娘娘在上，小姨须进家拜见，愿娘娘奉替早日见遇。徐先生，请来鞍马吧。徐先生，娘娘的奉养有4-5天了吧？是的。娘娘市长头归莫用吧？后中归啥不归啥？是不是人是孽？但有人孽不脱啊！徐先生，娘娘生的什么病啊？娘小姨再爱一马。好吧，请。徐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姨看来啊，娘娘是冒受风闻。受了一点风闻，病会怎么重嘛？是要针对旁的原因嘛？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如何啊？怎么？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？分明一泡5点3来戏弄于我，乔莲，不要看了，把他轰下楼去。呸！分明是一泡5点3来戏弄娘娘，快快给我滚下楼去！乔丽姐，走吧走吧，不要杀得娘娘手弄里的性命不保，快走吧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来与娘娘看病的徐先生啊。徐先生，此人好面熟呀！哦，乔丽姐，牛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乔丽姐，告诉你一桩奇怪的事情，这个徐先生很想在东岳庙中见到的张小儿。我一直在疑心，莫非这徐先生就是张小儿？现在娘娘睡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清楚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张小儿自古乡下点水郎，真为就是徐先生，真是世人满猜想。莫不是养父孔子闹雷动，他二人也是生了一般样。莫不是张小儿与徐先生结儿都是因真相。交办乡民进庙中是情侣，交办一生公路上。问他是真还是假，我要亲眼一见，心才放。巧莲，有没？巧莲，这两个丫头到哪里去了？乔丽姐，你是想不想啊？真想去了。娘娘，乔丽，他什么呀？徐先生啊，他走不走远我可不知道。乔丽，你快去。去叫王爷把他滚出府去！不什么呀？哎呀，乔丽，你与我去。哎呀，还是请徐先生看看的好。快去！张小儿，徐先生。
难忍。我想不会有这样的巧事吧？娘娘，什么巧事啊？我是说不会有这样一个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。巧与不巧，得许先生与娘娘看过脸色嘛，谁知道了？啊，巧莲，我想观看脸色，总说不雅吧？那么你叫他来做什么呢？娘娘，他是只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，你就让他看看脸好了。那就叫他来看吧。许先生，娘娘命你进去看病。是。走吧，走吧。我要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，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。是今。许先生，快去娘娘看病吧。啊。许先生，娘娘生的什么病啊？娘娘面性的红，此乃非逆生活。毕竟地路轻盈，必定心柔虚静啊。娘娘，我家娘娘啊，一定是在东岳庙中被堵在神台底下的那个害人的张小儿，吓了一下，受了惊了。娘娘在百万军中上去不怕，难道会怕这个短命的张小儿？二位姐姐呀，这叫做无风不起浪啊！许先生，这叫做富贵不生病啊！许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如今虽然已知娘娘的病因，还是不能无下论断啊！为什么？须看过娘娘的神色，才能下断。看气色为断病情，看神色则神。啊，娘娘，看神色更重于气色呀！何以见得？那天之精神长于食欲，地之精神长于无果，神之精神长于双目。常言道，目中有人，神快神足，观可知其真。不但能断定病因，还能自己病根。事不看双目，就难知其情了。此次许先生，你来看吧。多谢娘娘。看到你第二位啦，第二位啦！哦，对，巧莲，快去禀告王爷，说我明天还要请许先生看病。要是王爷他不用你，娘娘，巧莲，我还要看病。
眼前分明是张小儿，身貌贤顺的辨认，今日跟他上楼来，定要困宁他心情。一次必到这是上心中默默能实心愿花都说来结成伤。小莲，你与我说一说，这花册上有多少花朵？娘娘，实在多，当真？娘娘不信，自己再数一数吧。哎呀，真是有缘！娘娘，什么有缘无缘啊？我是说花朵落单无呀无呀，花朵身上与呀有缘。娘娘，你何必问我？我问你什么嘞？我不敢讲，是你讲嘞。多谢娘娘。王爷生你有病时，我为了你有心事，从此对你长留意，要命娘娘何所事？美梦中常
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？我看这位徐先生绝对是个真命的，平时庙中见到的，痴心妄想到此地。今天他要上楼来，你可问问他的心，只要传明他的心，我就可以应此意。但愿神神保佑娘娘春心似雨呀翠。走在太平路前外，真心真意如难猜。就是三次公路上，但愿能把你断绝。咦，又是你一个人上来？啊，又是我家王爷怕须知震动雷败么？是啊，乔莲姐，娘娘今日平静的时候啊，反而加重了啊，你到哪里去？我无法使得娘娘治病了。咦，徐先生，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源了，怎会无法使得娘娘治病呢？这哼，老实告诉你，要是看不好娘娘的病，今生休想下楼。啊，进去。是站住！待我禀告娘娘。娘娘，徐先生来了。徐先生，娘娘命你进京。是。小爷拜见娘娘千岁。徐先生禀身。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。许先生乃是神医，我家娘娘啊，已不药而愈了。不药而愈了？啊，娘娘千岁，今天命小爷上楼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许先生，我有一事同问。娘娘，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心啊？哎呀，娘娘，许先生当然是姓许呀。是啊，不知夫君何处？哈达门娃。所
什么地方？哈里糊涂。哈大村。对，哈大村，哈大村。主上做生理。主上不难建议，我已是第9代了。府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6人。哪几个？弟弟、母亲、兄长、嫂嫂，还有小姨我。死了5个，还少1个呢。还有一个是谁？是妹妹呀。啊，娘娘请说，你闻得小姨这样仔细之人哪？这个冤家为什话，反对他们的难为大，听他话像真与相加，叫我怎能相信他？叫唤乡民，叫唤一声，3番2次前来戏弄于我，该当不成？哎呀娘娘，小姨我真的是徐先生啊！还是徐先生？大胆！你不肯讲真话，撒不怒气吧，定要叫你救命啊！那么你到底是有头公公，还是小民，还是医生？乔莲姐呀，我不是有头小光棍，也不是乡下中年人，老老实实对你讲，实我是风什么？我是风采不大，雨淋不拔，9代家传自有结义，一点不假的许金家许先生，还是许先生？哼，他不肯讲，你与他不讲之人，看见。乔莲姐，我说这是刘娘娘的不是了，怎么倒是哀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，万岁接宝来开平，赐予凤阳杀飞行，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哪知晓娘娘打开了天门城，是这么要是普天下的一家，怎会再有个孤星？谁叫你不讲真话？是呀，一会儿张小儿，一会儿许先生，叫我家娘娘怎么相信你呢？我就向娘娘实讲了，讲我不相信。那么你姓张？我也不姓张。我是
旧的名义，也不是铁三郎，实实在在我百姓风，风吹不到吧？不是啊，我弟弟名叫风来上，步步上是本君王，your生名叫风家庆。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？分得娘娘为民光，又听说娘娘在冒师傅上，我心好奇有意见，因此叫拜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把你来祭拜？有什么不敢讲啊？你赶进庙堂，赶上公路，这几句话都不敢讲了吗？讲吧，讲吧。是，娘娘啊！常思想，我将心事并母亲，家政青梅大夫上，才知王爷不允婚，是什么娘娘婚姻非情长，虚情万岁做次长，找一个人物皆在的长远啦。家政闻听心气恼，反把药生这一场，我从此无心多分赃，一片思念切难忘。昨日得知娘娘病，有份瓜茶早已饱，我心太强苦思量，娘娘治病一身长，我要托娘娘临根源，因此我大胆办一来去帮。有王光在此，请娘娘仔细的看。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堂。把那里把娃一将命，我也可以帮他欢喜。陪我去取菜上脸壁。去生于他，做什么？定终身。瞧得紧，瞧得紧。我家娘娘啊，念你坤兵有功，将功所在，那快回去吧。瞧得紧。哎呀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，快回去吧。
巧丽姐，巧丽姐。哎，我岂是为此而来呀？在做梦吗？上林的是家吧，每场文武举子下，当日外山神祭堂，陈设此宝是月老，才认得此上林的与他把手共家老，今日此宝落我手。做梦也想不到，刘天华呀，刘天华，你不肯将女儿许配我封家金，如今你女儿已向双人宝贝承接于我，待我回家去禀告弟弟奏明万岁，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，到那时牺牲了我封家金。啊！希望你在老有无啊！啊，娘娘请在，我们同往再见吧。封家金，你尽管假扮一身，藏进宫楼，戏弄玉媚娘娘，真是贼歪切条！你与我上帝接家去！放了是。娘娘，牛妹何事情况？王爷把徐先生绑赴房上去了。上联必定夜里当今爸爸，岂能让老弟弟言语他？与我去采一花，叫牛妹在，与我陪下宝马，好是将人领对我名将，哪怕是你死，我也要知他。
大夫手死人一道，同报于我。是，风雷上去见。禀王爷，风雷上求见。这个老匹夫想必为他儿子救人来了，命他觐见。是，王爷有令，风雷上觐见。将军。平日不听教训，做出这种荒唐之事，真不叫为我痛杀人也！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高堂，这是孩儿才不给在外望弟弟设法救我。你苍井宫里西龙娘娘立改文章，还有何救之有我？弟弟，孩儿结帮一平，何为苍井宫里？愚昧轻许良缘，这是西龙娘娘，此话当真？娘娘岂是伤你宝贝，延上孩儿胸间？弟弟，请看。小奴才，你的骚话不小哦！下官风雷少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，你来见本王为了何事？啊，王爷千岁，这千不是万不是，只怪下官的不是，不该平时教子不严，从子有堂。今日我得到法上，与王爷千岁代礼来了。素闻冯大人自家念经，教子有方。请问王爷千岁，不知我儿他身犯何罪？苍井宫了西龙玉梅娘娘该斩不该斩？哦，为了这样弥天大人立改文章。对呀。请问王爷千岁，不知我儿他怎样闯进宫楼去的？他是接了王宝儿来。他接了王宝，乃是为娘娘千岁看病而去，真是他是西龙娘娘呢？岂是我儿西龙娘娘？那么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，反而审他这上联暴毙？这件事还是下官的教子无方，还是你王爷千岁的私家不严呐！老匹夫，你竟敢当众羞辱老夫，罪外了得！教尉们把他轰了出去，将冯家进开刀正法。娘娘千岁，马上迎接驾去吧。谢千岁，接驾娘娘。禀哪里来发长之人？女儿得来请弟弟杀为封家公子，定斩不杀。封家公子你斩他不得，真是斩他不得。他是有功之人。功在哪里？一号女儿之病，他真为坤平，不为坤平，女儿真为贤女。他是假扮医生而来。弟弟，你王邦之上苦人贤明，杀
稍非隐逸之人，山东一道也不得前来祭访。敌人泄密，弟弟，事过到只有恩将恩报，怎能恩将仇报？为父在他不得，难道万岁爷也在他不得？这弟弟，你王邦之让苦人加上一条。加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年龄相仿，早为东着。弟弟，万岁出自花王邦，自得病与从上，加上一条是你血，满人百姓去自家，此情而病已先于身家也知，他去帮弟弟是明良人，不必要儿不看家。弟弟呀，28岁对你讲，儿与他已经应冤家。弟弟不曾将他斩，岂不是叫儿的终身受风问因他是非儿媳，为不做自张，怕为着公乐情，免得把皇家体面一扫光。弟弟，你杀是不杀？尽在不杀。巧令玉妹，在，愿我将封家公子放了。是滚！人家点水恩，当报有天，一元报得不应当。弟弟不曾将他斩，儿与你上今夜面见兄光。小姐无论赢，无论赢，你把会武当作什么人？谁是哪个为得当弟弟？待我亲自来迎你。下奉天圣用皇帝诏曰，刘天华所罪封家金桥办一生，长进宫楼戏弄女妹千岁一事，谢应皇奏，本应降罪。故年本家多年然将功所在，经过作之，将女妹终身配配于封家金为妻，接着完婚亲自谢恩。万岁！啊，王爷千岁，冯大人，请假。
起舞。万岁有旨，要一代新人在今天我滚一块。万岁之意，真管不同，教尉们有。送玉梅驸马进殿完婚。